青少年藥物濫用嘅情況一直備受關注。今年年初，政府亦都已經正式將近期新興嘅太空油毒品正式列入危險藥物條例規管。根據禁毒處嘅數據，上年太空油毒品更加已經成為21歲以下青少年最常吸食嘅毒品第3位。究竟乜嘢係太空油毒品？吸食之後有咩症狀？對精神健康有咩影響？今日我哋特別邀請咗東華三院粵峰成長中心隊長陳詠軒姑娘，同我哋講解乜嘢係太空油，同埋當中嘅危害。陳姑娘你好。你好，係啊，想問下其實乜嘢係太空油毒品呢？點解喺短期間之內佢可以興起？太空油毒品咧，其實又叫做上頭煙啦，或者喺台灣地區會叫做喪屍煙彈嘅。咁其實太空油毒品咧，佢冇一個好特定嘅成分喺裏面，不過主要咧都會包括咗一種麻醉劑叫做依托米酯嘅成分，亦都有機會會加咗其他類型嘅毒品啦，例如大麻、K 仔等等都會喺裏邊嘅。咁同埋咧，太空油毒品咧，佢即係有呢個名咧，其實都係因為佢嗰個反應啊。其實佢有呢個名咧，就係嗰個感覺咧，就好似食咗之後好似上咗太空咁樣飄飄然嘅，係啦。咁而佢興起得咁快咧，主要有幾方面嘅原因。第一就係佢藥效好短啦，用嘅時候好似唔係好容易發現。第二咧就係其實佢嗰個形式咧，好似一支電子煙咁樣，所以收埋咧都好容易，唔係好容易俾人發現嘅。另外咧，同時間佢嗰個價錢亦都比較平啦，容易啲入手。另外咧，太空油佢嗰個咧，因為係好似一支電子煙咁樣啦，咁所以嗰個載體其實都同一般嘅煙冇乜分別咁樣。係呢啲原因咧，都讓到一個太空油佢咁容易，即係俾大家去廣泛咁樣傳開去用嘅。咁聽落即係似乎太空油毒品都係用電子煙嘅方式去吸食。定係即係咪即係佢吸食嘅方式係點樣樣？即係可唔可以詳細少少俾我哋都了解下，同埋吸食之後有咩症狀？OK， 係其實咧太空油毒品咧，真係睇落去同一支電子煙咧係冇乜分別嘅。佢其實同一個即係用一特定嘅煙機啦，再加埋嗰個太空油煙彈咧，咁配合一齊用咧就已經可以用㗎啦。咁樣太空油毒品咧，因為佢嗰個主要成分咧係頭先講到依托米酯啦，係一種麻醉劑啦。咁所以用完之後咧，其實都會好容易有一啲行為上啊、意識上咧係冇乜反應啊，同埋係即係控制唔到咁樣嘅狀況嘅。用完之後咧，短暫咧會有一啲身體顫抖啦、企唔穩啦、步履唔平咁樣等等嘅情況啦。但係如果用得多嘅話咧，亦都有機會咧會容易個人有休克啊、暈咗啊，甚至乎更加極端嘅情況咧，會係呼吸困難啦，或者係即係會死亡等等嘅。如果長期咁使用太空油毒品咧，亦都有機會影響咗我哋嗰個新陳代謝，讓到咧我哋嗰個皮膚變黑啊、毛髮會增生啊，同埋可能會有其他方面嘅情況，例如咧就係會讓到嗰個人咧覺得長期都好攰啊、無精打采等等嘅。咁其實吸食太空油毒品對身體有即係好多嘅危害啦。咁對精神健康有咩影響咧？甚至即係有冇話你見過最嚴重嘅狀況係點樣樣？其實好多服務使用者咧都同我哋分享咧，用咗太空油毒品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都會有一啲上癮嘅情況，經常咧都有一啲心癮啦、心思思想食。如果冇得食嘅時候咧，都好容易有一啲脾氣暴躁咁樣嘅感覺嘅。咁同埋咧用得多嘅話咧，都會有機會係有一啲暈啊、斷片嘅情況啦，或者有啲可能有出現一啲幻覺咁嘅情況。同埋咧用咗之後咧，因為嗰下咧係自己喺一個無意識咁樣嘅狀態之下，所以咧都會有機會引發一啲比較危險嘅行為，例如可能喺無意識之下，可能有啲自傷啊、從高處跳落嚟啊，或者係同人無啦啦起衝突等等。我哋都試過咧，其實有一啲個案，佢係喺條街度同朋友食咗幾啖之後咧，就有啲即係斷咗片咁嘅情況。醒翻之後，發覺自己已經喺朋友嘅屋企，中間發生咩事咧，又完全都唔知道。但後嚟佢先知，原來喺嗰段時間裏面咧，佢曾經即係去咗去搶人哋嘢啦，之後都俾即係警方有啲起訴嘅行為，亦都有試過咧，其實係食完太空油之後咧就暈咗，失去意識6個鐘頭嘅。咁有冇話喺你個案入邊啦，即係吸食太空油毒品嘅年輕人啦，有冇話即係都會戒食，而戒食嗰個狀況又會唔會好困難咁樣㗎？
其實咧好多我哋嘅年輕人咧，最初都唔係好高嘅動機去求助嘅，係啦，因為都覺得好似食完都冇乜嘢啊咁樣。比較多咧都會係佢哋食完一段時間之後，有啲身體嘅情況走出嚟，例如可能會手震腳震啊，所以讓到佢打波都打得唔係好準啊，或者係見得到啊皮膚又黑咗啦，差咗啦，同埋可能覺得個記憶力啊差咗啊，分析啊理解能力都即係冇以前咁好嘅時候。而至於其實戒太空油毒品係咪好困難呢？都好難一概而論咁樣講話難定係容易，因為同戒其他毒品一樣呢，其實都好講其實佢背後嗰個用毒品嘅原因係啲乜嘢。我哋經常咧都同我哋服務使用者去分享，其實戒毒嗰個過程要停呢個行為，可能係即係一段時間。但係更加緊要嘅係，其實佢要明白自己最初點解會用呢一種毒品，佢用毒品嘅背後其實滿足緊佢啲乜嘢嘅需要。咁所以喺戒嘅過程裡面咧，其實佢要去即係留意得到點解會用呢啲毒品啦，點樣去幫自己揾到一啲更加健康嘅方法去處理呢啲問題，從而咧去幫自己唔好再食翻咧，呢個先係更加緊要同埋持久嘅。所以即係了解咗自己點解會吸食啊，或者點解要去戒啊，就重要過我而家話俾你知你要戒啦咁樣。冇錯，係。唔該陳姑娘，咁相信今次咧大家都對太空油毒品有基本嘅認識。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請教陳姑娘，究竟年輕人點解會吸食太空油毒品嘅呢？而家人又可以點樣去應對同埋處理呢？